講到咱台灣是世界當中的台灣，不過這個月中呢，要佇咧北京舉行傳習會，外界也關注講這台灣議題敢會提出來講呢？日本前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就呼籲美國立場就要堅定，Trump 佇咧台灣問題所講的內容，若準是顛顛倒倒，會對美國造成重大影響。有學者是認為講呢，北京佇咧對待軍售等議題，更加希望美國會當符合因的期待。美國空軍師野怪軍用運輸機即陣啊，予中國民眾看到降落佇北京國際機場，攏搭佇社群討論。為初二、初四至少看到4台，互人認為是傳習會先做準備工作，包括運輸車隊、通信設備甲安保系統等。美國方面嘛已經預告，川普會佇5月14至15訪問中國。川普佇北京接見小型企業代表時陣講，會對習近平講到兩國的 AI 競爭。And I'm going to go see President Xi in 2 weeks. I look forward to that, but I'll say I'm leading. We have very friendly competition, but it'll be a very important trip. 台灣議題是毋是會佇傳習會講到？中國外長王毅正前佇甲美國國務卿魯比歐的通話中特別強調，台灣問題關係中國主要利益，是中美關係上大風險，愛美方做出正確的選擇。日本自民黨籍前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佇華府智庫 CSIS 研討會呼籲川普堅定應對。If President Trump says something that could be construed as being more wobbly than what we've had in the past, this could have a great impact. The U.S. It's important for the U.S. to continue to have a firm attitude. 北京當然希望從川普口中能夠講出一些更朝向北京所期待的方向前進啊，這裡面就出現了所謂的反對台獨這樣的可能性啊，但是目前啊，從美國的總統口中哈，這麼多年來，還並沒有聽到美國的總統直接公開表述說，美國的政策是反對台獨，因為反對台獨在這個用字遣詞的這個嚴重程度或它強烈程度上，明顯還是會高過於不支持台獨這樣的表述。對於外團是毋是促成對台不利的第4份美中聯合公報，學者李大中認為幾率真低。不過嘛分析，比起公開文字，北京佇實質政策，更加希望美國會當符合期待。親像講，還有一筆更大金額的對台軍售，是毋是傳習會後向美國國會進行通知，也有待觀察。記者綜合報道。